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來邊咧！我今日節目，即係幫我嘅節目做一個真正順哦，冇順冇，咁啦，咪咁落緊冇問題㗎啦，就好。你有冇人嘅即係幫你揾個真正特別嘅邊啲嚟參加我人啊？我嚟俾佢哋介紹就真係人喎，即係幫特別嘅邊咧是當今啲個條件新椒滾水罐歡迎。嗨，大家好，食飽了未？食飽了，第條個，兩個有我人嘅老椒，你小兒科微微娃娃歡迎。Hello，大家好。兩個有我人嘅頂到來過咧托油店歡迎。Hello，大家好。一個我能做飯呢，咪做上地經衫到啲嚟啊，還是布雷間？唔是布雷間叫做咩嚇？馬薩布達，馬薩布達 OK， 歡迎經衫。Hello，即係呢排咧，讓別記嘅啦，讓同我哋講句別記嘅啦，而家叮別記嘅啦，讓佢頭講。你是呢？我諗嘅即抄落得即 record 咧，唔知點算得乜？但 record 咧是冇 record， 但係掉。OK，等陣我念住隻聲我冇掉先。我買時候，但係我拿時候拿杜蘭特買時候嘅。OK， 等你講起，但係當做但係人講是 warm up 嚟嚇 interview 呢。แล้วว่าเป็นมือลองขวาแล้วจะนั่งกองคิโลว่าใจวิวว่าแกสิจะปี30แค่น่ะตอนนั้นเป็นมืออ่ะเคแก30แค่แล้วสิแล้วก็ already มี already 我看大漢嘅本30แค่แก頭背白鬼แค่นั่น咯係咯都講不過細嘅เป็นไหนมาเหรอตอนกี้โอเค白鬼แค่แล้วสิก็特別啦我每到對經心ลูกกี่แก你驚十個季節10個季節你一試下看你我到對嚟每兩咗個嘅嚇成日特晚咧是個君子館咧君子館幾嘅我有努力，你打波個會，打波3回。哦，即係打波就打波，大漢你是打波啊？對，大漢打波，細漢係打波。แล้ว托油店呢幾件？一個囝5歲，大波囝。一件5歲。แล้ว其實咱每人一個好個就我隻，冇就落個料是個嚟感覺的。一時我們每看這大媽君子館嚇。對。君子館你攞嚟件啦。你大媽你較早未落嘅時，你講你件有當時會考係一半一半。是第幾件？我即講死，我驚我想考嘅時候，可能suddenly 我係 disappear，所以我哋落線。特別落線，你等你落去落線 offline 先有落線呀。offline 對，成因為佢嗰時數時聽講嘛，我落個線咧，起來了。嚇，起來啊！對，成接鬼嚟咧。起來了成講鬼故事，人哋可能啲紅險落去，所以我係細漢嘅時就會個嗲，就冇時個嗲。但屙落。對，我係白白困，所以有落。有落，特別我驚啦，浪到我麥，等陣表示。OK， 等講句下，แล้ว所以有時困一半時，伊卡行到我嘅卡位，所以我未叮當，佢把攏未去咧，有時人感覺到媽咪，真假喎！你3歲時候你就將一名稱困呀？對，比較少人呢數嘛，所以想冇這邊真困，我就起來，困到一半時叫我行起來，我感覺啥，梗係排面啊！即係當然愛隻人拎就知大概趴過來就知對啦。對，隻손攞住咧，喺度對，拍困咧，我很困咯。你托油店你驚有隻你拎嘅呢？隻人拎嘅呢？有，伊細漢攏是敢若隻人拎嘅。你隻人拎是用古靈館嘅嚇。隻人拎是要搞到做隻困咯，還是？有咯。諗唔上啊。梗係。伊本白困本就冇通困嘅嚇。我是檳城人啊，我是日本。我住邊？檳城人冇咩流行詞人呢，所以嗰陣時你講詞人呢，嗰陣時都會試曬。你經心咪是到啲檳城經心？有。你似你拎哦。
冇暗你有似零。你 baby 是打波就啊，後生就啊，什麼？就啊，你就咧似你波似零能力哦。就是家一回去咯，比是第3個月幾時啊？就是 express 咗放啲慣了，就是好啊嘛，佢我嘛講嘛，就是你看個我放啲成都咧嘢出來，就是可以介紹全部就是食啦嘛。你都叫ปั๊ม啦，ปั๊ม咧是一罐一罐咧，個嘢係你波做工啊？對。啊。你做工就是無方便的，就是第3個月，啲好嘛個就是就肯做往攞啲找水咯，攞啲找水。特別是講我人轉去啊，拜2拜4可能就是轉去頭咩？轉得咯。佢咩？轉去 SP 咯。三但你你買嗰啲平時是多啲你買回啦，然後拜六你拜個菜對嚟啊。So 我人轉去就是我人就是鬼咩就是阿咩都冇用慣咯，就車就是。你咩事做在困？對啊。你都冇叫帶着你囡仔，你 baby 咩咧先？唔知你是咩關係啦，就特別貴啊，就是家己曉壓啦。哦，你先要較煩惱啦，แล้วคุณ關係喺度就係講你未嚟帶着嘢啦。特別本是，你咪是未講困甲食路邊啊。哦。車你本嚟車啦嘛，安尼講咯。對。แล้ว即係台油店，你講你零你似就零嘅時候，你幾時嘅假戲，你安怎假戲你驚呢？哦，若是講無做工嘅，特你個伊個較歹假咯。特別呢，伊6個月啊，囡仔6個月伊個 start 食飯啊嘛，食糜慢食定嘅。了伊就無啉嚟食咯，伊就無所謂食。你要嘛都沒有慢慢的照去，若是 stress 咁樣。แล้ว伊 demand supply 嘛，你較無靈啊，伊個慢慢較無殺嚟做咯。但是較濟是阿妹愛困時哦，人個愛 comfort 嘅話，伊個愛做響。索啊！啊，แล้ว特別我問看，你人唔係成 VV 話教話，你可能雖然我是奶媽係特別我會知看，你零嘅 factory 係是，但是講你無 supply 就無 demand 啦，但是講你一條塑條，但是你驚成個工具館咧，可能講3歲啊，你塑條唔 still 有零過啊？啊，特別baby 先嚟做啦，特別 still 會有嘅。有啲人到較大的咯，到3、4歲都是有嘅。哦，工具館你主管個水哦？有人攞水搞黏啦。淡薄啦，啲淡薄。對，我聽朋友講有飼個5、6歲，我驚死啦。飼啊！我媽5、6歲。我媽甲我講伊飼個大漢嘅時候，你零就鬧啊，變菜脯零嘅時。我媽甲我講，養蜘蛛隻時，當然炒菜時 baby 嘅就冇拔掉到啲後尾咧，伊見啊會食零時零嘅手機後尾掉。我聽過。手機後尾係見到實嘅時候，掂落嚟是個落去頂去。計了，個炒菜個計零菜脯零。แล้ว即工具館，你講你驚當個塑膠攞嘴，是塑膠。對。你有拍算會驚？你有想會驚要呢？我唔是講無想，是落來有想嘅，但而家所以就我加細隻，但我唔是講我聽下本啊，because 我感覺 because BDE 嘛，是講我會做掉咪做掉咯，掉嘅先而係細小個一講，so 我是講會做掉，我because 會做工嘛，會做掉咯，所以做唔掉，而家嗰時陣時我未講咩，講你3歲都知，我講I also 我I have a good sleep whole night through。我講你問就講福建話，特別你講你驚講冇啊？參啦 ，actually 我嘅淨係講阿莫話 ，because 佢係等講阿莫嘅了嘛，你咪講阿莫話，佢係等嘅是比較聽人講嘅咪嘛，所以有參啦嘅咁。你當然佢等嘅時就世界 start 講福建話，不到一個曉。有啦，我有時候覺得。
伊個你講咩？要 talk funny，你講嘅做邊？係啦，是。特別其實我唔知啦，我自己冇講句，特別我是感覺到，那是講我在這邊時我那是講，當然驚冇講福建話嚟講，我不但係是冇聽講哦。對啊。Actually 邊咧福建是 good podcast，because 上我人啊都話講有時一驚未被記講福建話，有時上起來上會我聽到對啦。It's a lot of 你就講真濟我人 old day memory。對咯。So 真係 happy 嘅時候，我介紹我真濟朋友聽嘛，因為講咩？小到對個幫超好嘅事，見哪係事，因為梗係歡喜 ，because 不如真濟物件本冇去啊嘛，I mean 講辦機嘛，對，學緊我冇上啊嘛，所以成日聽講咩，今日一個摸著感啊，係啦，摸著，對，摸所以阿John really is 我係感恩之人啊。喲，感謝，或者對我或者教水呢是個 solo。沒有沒啦，所啊，你管住怪嘅追個麼？等下學妹妹我念。對，特別我明白我就你講咩？我都是其實就是 start 做呢我諗即係博就是你兩個差唔多，尤其是咱嘅差唔多，咱嘅會聲你差唔多像啊。我無論你留咗，係啦，冇時我哋留。特別咧，即係有啲會聲差唔多像嘅人，係我講起物件有啲是你個笑掉，去定到時。等陣我個這句梅話 Alvin。OK，有人梅話喎，就梅話，你是唔是一句？我唔知名咩。Sorry， 我唔知名正名，我今日再講一陣咪即係關注慣嘅。了應該是唔捌啦 ，because 我係咪你聽到很短，我是一個 friend 嚟咯，so 唔捌你 Alvin don't worry。你係Alvin 都未做咩？你被掃領啊？你有冇講聽啊？你朋友講唔敢聽，你講叫我講臭話時候，我冇講咗臭話嘅話，婆婆一擺夾咗林椒。日本留意感情好潮嘛，一部阿讀嘛，所以我你哋聽真係好潮 ，because 感情嘛，會留意講真潮潮，因為唔使聽，because friend pregnant 又嘛，特別多條，所以咁聽我後佢我係驚，所以阿 John 咧佢哋講臭話，我淨係講臭話咩？佢真係講我其實是我今日錄音時個講臭話咧。是啦 ，just for fun 啊，但會人冇數格聽嘛。我是為咗邊啲學見嘅好處，我嘅講臭話。because 因為你那時冇講臭，我頂當時話問我是講，按種講臭話咪講啊，我講做咩事咱特別咪講臭話，你講你咪講臭話，你是唔是 filter 你 language 起啦，拔刀嘅時候冇起咯，冇通聽起咯，咁啦冇啦。應該講。變靚學術，是古班我要講啦，而家古班佢住冚住個雞就古臭話。頂到你啊？唔想佢攞人啊！我冇想攞你 high class 掉。冇想揾你 high class 啊？咩事？安尼講臭話。掉，我冇你 standard 掉。冇你 standard，你別只一嘴講個了啦。你話殺掉第強確講嘅臭話是得一句呢？官主管。半年前掉背啊！我講未出 sorry， 如果我講嘅等陣，我就有時喺聽，有時俾聽，我比較少用 iPhone 聽啦啫，所以我係我 plug in 呢個我就咁咪 I also want to listen， 所以我俾你講嘅咁咪咪要多翻啲。OK，本來講到啲成驚物件，我俾妹看托油店，你做工哦？我當然冇做工。你冇做工，你咪是別使請上架，你使請上來些上架，咱馬來西亞咪是只一個請印尼工人啊，咁你到國境來使啊，日本。冇啦，這邊隔壁出邊未冇教你看嘅呢。點算？隔壁出邊，正隔了個 professional 呢，隔了個被send 去 nursery 啦，冇呢去kindergarten 啦。哦。你可能冇家己講咯。你使上講你上架破病係咪是點裝啊？而家是。我平時yang有啦，City Hall 有好多 number， 那個 emergency 啦，一叫你 babysitter 來過。哦，這是政府嘅啊，政府嘅啊。然後就yang City Hall 上面 ，City Hall 上面。冇伊上政府嘅成個 community center 上面yang sign up。哈。
你條河女啦，一點鐘幾鐳啊，你甲你去買物件啦，還是甲你鬥過囝咯？哦，你捌 try 過，你捌叫過啊？無 so far，你叫家己袂使看病咯嚇。哦。對。แล้ว即係跟住講都冇做緊啊？我係 work 是 based on home 嘅，because 我是 help 伊人嘅爸做佢 people accounting 嘅 work，so 我係講 quite flexible 啦，so 我 anytime 會使做，而家冇亂嚟做，對。啊，所以你需要做工本，還是講你家己工，所以你會使 flexible。我 quite flexible 我冇啥人，我係 friend 會伊驚下破病day off，但係邊好喎，所以驚破病先嚟 carry leave 喎，so that means 講啊，你咪了啊。冇啊，有陣時你想，因為冇靠 annual leave 喎，想 consider 想，唔知我比較講，我今日聽政府對人先做工嘅人真係好咯。呀，so 但我講，我感覺想個幾日地勤考試破病咯，讓破病嚟講，像媽咪比較破病咯，而家媽咪破病落去亦都蝕 ，because。我冇想Malaysia你好喎，Malaysia 真濟人有我 friend 會一個家車攞嚟咩喎？聽到梗係 jealous 啊，唔想 jealous 啥物啦，我諗冇達到，我想我對佢硬到咁咩？你對邊咧？我車過你喺路邊行，但問題是講嗰時對佢是冇想愛一個咩呀 ？because 你過關時啊，你出街時啊想頂地，唔想頂地咩？冇得 comfortable，你話實際主要對，冇主要because 我就話干菇。對，我家是嚟Malaysia 嘅 confinement nanny 過來，對，所以啥有時唔是講咩啦，但係唔可能是嗰陣時家己做嗰陣時啊嘛，所以啥有時拜教拜唔掉你愛興啊，你感覺梗係無爽嘅，我家講你歹勢講你啥嫌意，你無家講你家己跳，你感覺講說你伊做無好，所以變你啥夾固啊。係啦，賣名嘅好啊，家己做嘅型咯。所以嗰陣時咧，所以佢幫。如果講，哎呦，家己寫詞啊！我講，哎呦，做家己寫，多邊啲古板有工人講做，但如果家己做，梗係閒嘅咯。咩時候會對？但你上對嚟講，哎呦，家己做梗係認真。我知我咪無好車到一邊浪到一坑啊！你家己咁會知，所以你大行人嘅做啊，想，但你為嗰種係個嘅嘛，嗰時啊，想見啊，見啊 ，actually 快大行真係快，所以我諗冇 miss 掉 any movement 啊。所以我能有參加伊 every stage 啊，所以我感覺講，然後驚話到對嚟，very nice，有啲學落去啫，然後而家加上有信心話個水，然後對嚟，媽咪我話下你誒，你感覺講話梗係癲嘅咯，你會 enjoy 到，然後我 friend 會，我咪講你驚話到對嚟，你看，因為冇啊，點解300行啦？喲，邊年係幾間啊 ？because 人家講 because。because 可能冇咧 connection， 冇咧對，冇咧錢，對。有乜會我不未學經心啊，經心你攞你硬冇做工咧，你有感覺到有較少機會，可能你成日可以見下錢。即係講冇錢都冇啦，因為我諗攞啲手短期就是我能講啦嘛，咩？I是我能對，就是我能講。I講冇講是錢本冇啦，因為就是安尼咯。แล้ว就是แล้ว我記啊，嗬，就是我記啊，佢講我能對起啊，看到我能就是我買你就是買啊，你咋？就是對住我能，你咋？哦，伊是平，伊就是對阿媽，對阿媽一浪就來是就對人啊。แล้วลองไปเจ้าสิหรือไป啥就是他บ่มีเสียบ่มีปังใช่มั้ยดิเกียบ่ฮะดิเกียก็ชำรองนะแต่พี่โฮสิ講話我人因為我人短期拜字過年嘛對我人拜殺ที่我人就除咗也袂聽我人我人過啦點樣ก็是我人除啊嘛所以คน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า就是叫我มา過去計แบบคน啊嘛tapi long be sanga long be se tapi mong 關係我看你安尼節特禮拜做較關係去啊吼先是啦先講勤科特別本時時候講是家己嘛個加幫心咯幫心嚇對แล้ววิวว่า咧你驚呢อยู่มินทำอยู่ไว้เกี้ย你搞啊個卡特別黐隻你搞你在做咗啦咯แต่เกี้ย
大家我做工啊，做工都做咗咯，我看到。你等你食梅啊味，你話我等嘅驚。冇我未看你搞幾隻驚，你搞幾隻狗驚同嘅。當隔離多多你幾隻狗？10隻。要提供。10隻哦，得。你講你咪是奶媽？豬背啊，飼兩隻啊，然後一件特別飼零啊，你看咯。哦，你飼隻女零啊？你都有隻 demand supply demand 啦，你。飼一隻一嚿冇會零啦。啊，誒，但係講，我未可能感覺到。因為即係我咪話我感覺到囡仔當今家頂到人，你家己做囡仔是有咩無想呢？無想是講 ，OK， 嗱，你講人 from primary school 嚟講嗬 ，COO 嚟講啦 ，Standard One 嘅囡仔，一年級start 呢，就真正夠講話咧喎。哦。then 一人就正咧喎。OK，first thing 是講 ，because most of them 啊 parents 啊嗬，伊人學伊個囡仔去 daycare，佢哋是一個 problem 嚟，其實是一個 problem 嚟。做咩事講下？冇咩好嘅 because 呢，你去 daycare 喎，伊人囡仔 ，I mean，佢細漢嘅冇話咗講啦，แล้ว from those like standard one start 喎，伊人以後上แล้ว嘅即係 actually，then 啊，估嚟咧，伊到 daycare 估嚟咧，嗬，伊個學到無成物件，แล้วsometimes 你參到無好嘅囡仔喎，嗬，伊會影響到你驚。哦。So sometimes เป็นนั่นใน關係啦 sometimes 囡仔會變態咯 because 有一 group 囡仔ใน關係做者แล้วmaybe 做無好嘅物件啊。有去學堂未咩？去學堂咪是。就是講去學堂你學會本，特別伊會點聲喎，嗬，伊點聲 because 係teacher 啲教冊嘛，所以隔了人本是聽到 teacher 教冊嘛，แล้ว你 recess time 時本冇講要做mini，我覺得係點聲啦。但係當 daycare，แล้ว daycare 哦，嗱是講你是 set for 嚟講啦，你規個下晡你是當 daycare 會有喎，咁樣一點聲就所以一般說當今人真正時間係到 daycare 會。แล้วแต่ปีนี้เขาว่าเราปลูกไฟแล้วก็ได้แค่แฮโลคีนี่ปุ่มบุกต้องตุยกินน่าสิจริงใจ好嘅。好嘅係處在咩？好嘅是講冇咯 parents 佢做工嘛แล้ว冇影過嘛 at least someone monitor 嚟驚ใน關เนี่ย咯แล้ว是講รู้未講特別是關個了嘅嘛 sometimes 囡仔講話是人也冇看到伊人佇做咩啊對แล้ว有嘅呢成日講這邊嘅 case 有隻濟咯嘅佢哋 care 賣啊賣學別嚟囡仔啊แล้ว當時 parents 嚟是complain 我覺得講我ใน關係衰แล้ว parents complain แล้วแต่亂講人嘅囝拍伊嘅囝啦咪真正濟問題就你我看啷這幾間咧特別嘅邊個啷囝個啷有安尼 problem 啊背咧你啷攞間個細漢個那個2歲3歲加19個月應該是冇呢問題噶嘛我嗰時3歲有去學堂啦咯即係君主館3歲去學堂對哦，我見到yang Gina 有sorry 君主館講sorry actually because 我時候按照講我 actually 應該是講 quite early to start kindergarten 我只3歲 start 啦 so 這邊人講話講見到去學堂好 because 按照講我人無啥你知人古旁邊咧人有參幾百手臂所以見到學得較快 so 我後時 actually start 講話是2歲嘅吧即係就 make it in a sentence 是3歲 so consider 怪慢了 so because 是冇去參 so actually 我把件事 Malaysian 嘅 neighbor 都喺這邊嘛所以人到帶隊嘢是帶人去參加 Malaysia 處嘅嗰個出邊對嚟講話講係大對，當我啲邊咧未曉講喎，唔知點未曉開嘴係什麼，所以邊陣我感覺陣又唔使講咩叫 neighbor 本啊，所以我是 get 住嘅咧講我能講按咗一個囝啊咩啊，講是大對講好啊見啊白白參白白，然後後過講我唔驚參上個朋友啦，耍朋友，本身即邊冇見啊，佢好似家己冚嘅梅姨，但我後生。
多處啦，唔是 Wii 個是 PS3 個是 computer game，攞去個 start 啲 computer game 個人講就請嘅，所以 because 冇唔記得做，唔是講買俾一台車 because 伊嘅快咧咁講伊 game 是好 because hand eye coordination 嘛，所以人家會曉安怎講安怎講會 pick a small minor thing 所以對，所以大人嘅想法唔同咯。所以我後生是3歲甲去迄個government 一禮拜2節呢，比如到去2點幾鐘，所以一禮拜都得去第一節4點半鐘嘅。所以我感覺無夠濟，所以 next year 我就叫3歲，我就坐去full day，because 伊未好，別去等啊，大時搞亂咯。我別去等，我別去等。一個驚奇啊！天啊，驚去到啲車包兩邊，你過去等講，我哋去。So if 咱別好咯，我講嗰個死行住多處比較緊，講咪買別去等，一個幾咪去等嘅。一個幾愛去比較緊啊？對 ，so 以前咧係再幾點鐘一去等？未 start because 唔係攞年會，伊未 start 啊個8點半去3點半咯，幾節啊？幾節本啊？because 這邊等時個陣時啊9點3點半嘛，所以對嚟講時陣貴時去等嘅呢咯。所以我成日咪是嗰隻 freedom 嘛是。對，我是講藝術家去 ，OK，嘛需要 try 去。不關鍵啊，真去你childcare，成日嗰時啲 childcare 一節愛90塊啊。哇，一節90塊啊！馬來西亞ringgit是 Australia 類。馬來西亞邊270塊。對，哇，特別特別我感覺講 worth it 咯 ，because 伊學你唔見得快哈。伊有參朋友，所以嗰時伊就講外口去外口是比較歹勢啊，因為做個人伊 social skill。對 ，social is very good。台語電你驚去學等啊？5歲啊？冇。到後邊我未報名個，我未去幼稚園，我想問先去幼稚園才會使喎。對，這麼是你家己見教啊？無，我是講我家己無做工咧，我會使家己過咯。我有互伊send去叫做美國語音叫做右腦教室 right brain，了有互伊swimming，一禮拜5到有互伊編咯，了我家己有教伊點做物件啦，了。你參朋友呢？參朋友成個 social skill 咧，參朋友一班嘅人啦呢。OK， 老實講，伊是無咩朋友，應該無去幼稚園嘛。但係伊真係 outgoing 嘅咯，伊真係 outgoing，伊應該是 no problem 加 social skill 咯。特別因為我家己本身有去過一年幼稚園啦，我是想講，你才去一年啦，特別我未報名，樣報名哦。明年是4月樣 Japan， 了講緊會報名了，過咗咯，伊 expire date 咯，我未報。你明年我真正要對邊個嘛？哦，原來是呢。但見到對邊個是坐你講嘅嘛是 social 先正。等你睇邊個我覺得別對啊，我是幼稚園名起來的。坐咗去邊個去攞嗰個啊？邊個係想叫咩係叫 babysitting 啊？喺你想湊劇本嚟啦，跟住講佢把490塊 ringgit 啊，辦幾一件事啦。所以我對於是貴節喎。邊個90塊一節咧，就直接辦幾啦。係啦，我講你做對一兩個月就有。對，我是舊年對嗰個小坐去。我明年先正個2月14號嘛。因為對兩個月就樣開學啊嘛，堂課。哦，但見到對馬來西亞是解學嘅，你有講緊話你驚？我有解，但無華語。一個解阿摩，一個 Japanese， 學緊話伊曉18歲啦。無啊，特別嚇第2代，人驚個了我聽到啊，各位聽講，我去看你網頁邊啲 .com 嘅網頁會看咧，阿摩講學緊話時，你記得歹勢。是啊。你即係經商，你今日講什麼啊？對，大家嘛就是本時講什麼？對。แล้วกับว่าบ่กับ伊講華語啊。你boss是什麼人哦？鄧人。你boss是什麼人啊？我 boss 鄧人啊。แล้ว你驚當今是10個月之後，你拍算幾時要開去學當嘅呢？
我假如講梅話是4歲啦，特別我寶是3歲，然後呢就是愛生氣啊。生氣等啊！我只驚啦，我是幾無驚，特別我頂到我教嘅指教都唔驚。我只驚成日是3歲時，本時去等嘅咋，伊後尾較低啦，唔知是去唔知8點到8-12點呢，是用細漢嘅3歲，現在3-4點鐘可能啦。然後特別我感覺到去等好啊，你 train 樣 sometimes 你別放啊，有當時啊，你去等嘅，你該我想樣嘢放樣去做樣嘅 independence 啊，當然我係只係驚嗰粒特你就 independent 嘅，嗰粒頂到我記細漢你就冇啊，當然大漢啦10幾歲啊，伊細漢嘅時一驚，但係後尾驚，但係唔驚，伊去學堂嘅時，我記頭一月日嘅時，伊學你樣去 assembly 啊，開樣 assembly 咪做會啦嚇。你是去參到 ，because 伊班嘅 friend 嘅啦是就係3歲，伊 OK 了就，伊去看到你10幾歲嘅你中學誒，你見到唔是中學，10幾歲成6成可能啊，你喊到伊喎，因看到人見到當然一驚咯，驚咧買去，你時候去學堂是愛考咯，你時候我尾是咪是寫白伊，是寫講你咪插伊，你出嚟考袂見我人講袂見，個幾日就無到一禮拜咧，關係啊當機嘛，伊去做後面驚冇假。阿咪無插去 speech 啊，什麼個啦去 stage 啊，咪個啦無驚個啦喎，連夜打哦，連夜打，我感覺較棒嘅，你知咱國家是，你袂講國家伊20個歲嘛？我有話講 ，sorry， 我係講嗬，I think 咱呢邊嘅 education 啊，甲咱 parents education 較無相咯 ，because 到 Malaysia 嗬，講實嘅時間啊，都是看起來真正高啦，但真正 dependent 呢，看起來真高呢，特別真正 dependent 呢 ，because 如果愛甲外國輸衝來輸衝，或者嚇無相嘅 ，because 外國嘅囡仔有伊人本時真要緊就是講 education 嘅問題啦。如果生這邊嗰時嗰種填鴨式嘅嗰啲人就讀冊，博士嘅就，然後所以伊人講樣式，你都係講 independent 呢行是無講真正係咪？對，但我俾 clarify 啫，我係只係驚嗰陣時上去 international school 嘅時候，3歲。because 課程嘅書就課程啊無相 ，because 外國嘅學，伊人成日講愛 discussion 啊，then 做 project 啦，咁樣嘅關係就，但係for 咱 Malaysia 無相啊，你特別一點點聽 teacher 講啦 ，because 咱嘅到6年級啦 ，because year 6嚟講呢，你就是愛考 UPSR 呢咯，對哦，你嘅 final 嘅目標就是愛考 UPSR 嘅出嚟嘅，所以佢就係讀，博士。嚇，安尼嚟，所以我 feel 就講是I mean parents 啊，家己本特別真正要緊咯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咯，當厝啦入邊 education，咧特別學同嘅 parents 真正 pamper，咱 Malaysia 呢學真正 pamper 嘅囝就，後面物件 prepare 加真正嚇，準備加真正足嘅，咧去學堂學囝啦，4年級啦。嗰特別夾 food 啊，可以去食啦，你不要跟去canteen買喎，已經。Because 我覺得唔是一個，一個人是因為是人想講，你做囝後你要緊是要考7粒 A 的對啊 UPS 啊是，我講你做個了8項物件，是唔是你看？但是我感覺就講無好啊，你看。但我每看即個經驗你當然聽啦，你看你實有蝦米成個。fresh idea 是成日講哦，點解冇聽到人講嗰時唔知啦，冇啦，你聽就係講，即係講是有聽有上過啦，講一個當今都是大搞嘛，你話個這本是都แล้ว就是愛得我嘛，就是我人嚟嘛，冇辦理即係去 social 啊，咁講一陣陣，成個去聽去參。去參朋友攞大念正可能直接咪是好本啊，是愛看咯，講是係咪會啊？微娃娃你唔要開一間啊？Independent children school，冇人 independent 來嘅，冇人愛來嘅，咁講，所以但係我同你講啊，我 because 我人講。
我是甲4、5、6年級嘅囡仔嘛對，所以 sometimes 有嘅查某啦，嗬，連掃頭殼啦，本袂曉嘅，你知哦。袂曉掃頭殼，你真係捌伊看到迄個三巴，伊本唔敢舉起來見到三巴湯，because 伊講三巴湯，迄個話喎，即下只垃圾袂使舉，安尼款嘅話，所以唔對個了去咯，變做。pamper 甲無落去咯，變做 parents。即要緊個囝是做爸母，你咪特別想到一下。我即係人是爸母是想講袂好，係實無想到搭你方面去想到。無啦，伊唔敢幫手，唔敢幫手，互伊囝家己學，所以變做伊囝吼，哪來那 dependent 學個了，我媽媽做就對。了有當時你未看伊人吼，到厝路上。你會曉木頭卡，未曉嘅咧講無會，咁樣即係我媽做嘅，安尼講。到 school 嗬，變咗面嘅本未曉去。我想要 add 者因為講緊日本本是上有咧較早一幫yang maybe 本是上個真貴講緊上個語話講嚟，可能馬個了做個了，因為有咧大漢咧講緊讀大學啊嗬，有咧上擺考冊時哦，伊會講你咁樣一卡可以嘛？一馬個卡好等，所以我教你個是手抓，你兩個是寫啲報紙啫，安尼看嚟書嘅啫，一個是講緊上個外景去嘅，你有腦教室，樣 train 有上擺有教小學嘅，有教小學嘅囡仔呢，伊可以小學囡仔個了就掃地洗淨經個了，係你好啊，個了就嚇。是咯，了第重要是講，伊講緊 train 啲細人講，要學到大漢咧，你曉家己讀冊，你曉家己做事啊。你咪講就係讀掉嘛，個讀掉個嘢做啦呢。對。แล้วก็有隻邊，就是講這邊真正sorry，但這邊吼，伊是真時間就是 tuition 咯。tuition 咯。了嚇，แล้ว一個 student 吼 ，sometimes 拜一個禮拜咧吼。everyday tuition 嘅喎 ，after school 啊，無就是拜六喎，嗬，呢個唔是走一位了就走兩位啊。你當然時間，你當然 parents 時間講下面咧趕場啊，成個明星趕場啊那款啊。我的孩子要趕另外一個補習，他今天要趕2場，那款2場。攞數，那款要趕2。會做攞數對唔對？趕2場。成個咧變咗學嘅錄音啦，試出錄了。แล้วอีกนะเป็นโจลี่是กันนะ講課報時咯，所以家己讀冊嗰種 skills 冇咯，一堆出嚟比較家己讀冊，意思就是กันนะ做 homework，你去 tuition 安尼款嘅，都當然變做嚇一 dependent 講家己嘅冊嚟讀咪咧有陣時 parents 個 complain 我講，安怎會驚我到厝啊叫佢讀冊咪讀冊，แล้ว我問問咯，你可以用一個 tuition 你家己看，伊萬那有點聲一個有迄個力去讀冊咩？興趣本啊，冇了嘛，有咯，所以that means that's why 你個驚啊，嗬，本愛考慮講就係下面驚咯 ，because 伊迄個是伊 future 嘅一個。伊家己 skill 使，咱使下係咪咯？等我等講到對係個另外一個話題是講，當見啦你識講做爸母人啦，你感覺到有驚啦，第個驚啦，第坎坷是物件啥物件咧？係第。你成無驚人，但無想到就有驚是就坎坷度路嚟講啦，有可能無想物件，第坎坷物件上面咧，我會驚喪性。對啊。驚喪嚇！如果第坎坷，覺得第坎坷上面物件咧，有驚啦咪，你免講成日是去過的，免講係世界出現上面，你成日有驚咧，是個邊個定到 freedom 嘅是無驚是第坎坷物件上面物件咧？一定是時間咯。時間。佢成個時間冇咁夠啊！แล้ว成個時講有時本是阿妹我成個當見呢個是隻古靈泡古靈啊嘛，阿妹嗰時嗰隻誒佢嚟啊泡古靈可能，都成個有時誒冇咁夠困啊呐，可能。你點直接啊個，嗱，所以講緊是阿妹是困係困佢點整嘅？
阿妹伊會困哦，伊9點幾10點可困啊，困伊會困到個嘛在7點幾啦，特別係你伊困嘅是特別食豆，還是攞豆嘅零哦。哦，阿妹啊，報名啊。特別請，無伊較濟是有會亂嘅。啊，即君主館呢？唔係，即係俾見啦，我本時感覺講見啦，圖名是地行開咯，because 我呢邊阿嬤啦，伊人無家見啦困嘅喎，又唔係見啦另外一間房間，所以人考嚟講係人嘅考嗰陣時啊，佢後伊人未有考喂，點啊 forever 點啊，所以人感覺講成啦 Asian 加sport 見啦加成牌。對，所以可能咱嘅辦法，咁樣辦法無相，所以可能咱咪攞嚟人生嘅條件啊，咱家感覺講，見下話，梗係成個 pressure 成就講，成下緊張，啊，咪唔敢咁繼續病。寶貝啦，就是內驚啊嘛，你可能過你時，可能是困，你考試就冇錯啊嘛。人上次驚是大行講死行嚟嘛，攞嘅無相啊，比如話攞人攞成攞少嘛，真啦，成 forum 人講咪見下錢真係貴，所以我感覺講。可能是 because one thing 世界本地喺變啦，所以驚我們話有人講嘛，所以人感覺講哎呦，問聲你自己個好 because 錢啊是 worry 嘅，你生破病啊，我有錢啊，一破病你比一個坎坷 because 是你破病，第二你本就有破病嘅喎，所以唔是講是聽你講我聽 because 為啥我驚個辦法unconscious for about 5 minutes。有。真啊，吉利嘅我都講，我攰你試冇冇戲 ，because 真係試拔刀流退，下次只嗰個真係吉了，一拔刀流退，所以以後我哋拔刀好正啦，because 呢邊見到唔正咗，點 allergy nuts 啊 ，allergy 啊，嘅真係係 allergy 真係奇怪，嗱 Asian 嘅冇，你話今時8%Chinese 仔，揾咗我能攞你部 allergy 定唔夾人糊咧，所以我叫話好正唔夾揾好啊，我真係小事咩喎，嘅 allergy 係你，你就話是 allergic to nuts 啊？對我在第時講 allergy 對，嗱，差次都可以考嘅事，如果是拔刀啊，可能要條斜頸嗬，然後要考我哋講 A 把只係捱本嘛，然後可能當對 A 把是講是只段可能當段 nuts，所以stop breathing， 冇喘氣，我叫佢俾煙喎，我叫佢諗啲顯氣，我叫佢把出嚟把手傳落去係假嘅手，哇，然後個假人嘅，然後我叫 ambulance， 我直接我俾記咗，我講咩鬼啊？啊！直接上去我前日驚無去，我驚我講我按照阮對伊前啊好，我對阿記無好，未有見特別愛對伊前啊好，所以I am 我會俾下伊，所以我看到死咯，全牌，你講我啲數零熟個晒嘅，對 ，because 我感覺講我對伊感覺講啥？我係做掉係嚟做嘢，我驚我唔知係咪你看到 accident 嘅字啊？唔講話掉啦，冇希望驚你啦，咪講。Enjoy what you can 嘛，對 ，share what you can 嘛，所以that's why 我能 give them all the best。我後生這輩基本好啊，如果你買隻牛，我會隻後整嘢。有勁啊！夠勁啊！你知啊？不如邊年去新加坡去邊年新加坡 airline， 呢個不如邊我去小都 airline 嘛，4點嘢嘛。我後生我買隻4點嘢，我會隻喺你嗰邊，都喺你 airport 嚟試嘅，我唔隻喺嗰邊。我對嘢，所以我都見到戰球，竟有戰球彎喎。你好啦，要撈，because 我 because 我驚人家講老師戰啊垃圾，I mean 有啊咩，所以佢等冇好，等住我出去等，你看等啦 ，because next year 伊是應該去食蚵仔啦，但係邊有人數講好見啊。圖個換個去學堂 ，because 今日做嘛，多等地多辦地大隻嘛，所以我從來看伊個講，伊咪去遐政府學堂，比去遐啲數錢學堂，所以我講，如果你爸講會使，伊爸講唔要緊係去，一年10幾千。對。我個朋友講我俾錢錢啊，我講，但人出事無上面，人未使比對唔對？對。即係人無限經驗嘛，所以。But then 唔記得一樣。你講。你講。冇，I mean 講啊，when 人學，I mean 講 whatever，成日講人學伊嘅物件啦，嗬。咱有解釋互你聽，講是 because of 蝦米人學伊。有，即係我後生。我 Steve thinking 啥 ？because 我後生有讀即個日本一個 method 叫做孤獨嘅 format 嘛，我聽過。
所以我後生有時真係半途學車，because after 伊把佢方面佢有以前啊古啦，所以等佢睇佢有伊把嗰一粒可能一個會買一個 games， 一個伊把咁樣，你哋古啦讀車我俾下路，然後所以伊變啊真係 confident，伊真係愛讀車，所以佢幫買菜路，你記住咩？伊買菜路，所以把路咁樣講伊變伊曉聽，所以有時 encouragement 都是好嘅，對，because 啥？有寫字我又出嚟去一直有出嚟去外國鬼寫字嘅，所以上一集我驚俾寫字咧，我就講咩我出到去 Disney 度，你講咩對邊咧？伊會對邊咧啊？唔係去 Disney 啊？Because 邊咧有真係是 playground 嘛。你 Disney 度，because 我咪對嚟，我去日本嘅 Disney 度對嚟，咪都訂過嘅啊。所以伊咁。伊咁講唔係，伊要去對邊咧小水地，我厝無小水地嘛。咁你我未坐小水嘛，所以伊講咩？我要對去邊咧，全部要小水。我講咩？伊講咩？伊家爸講咩？爸爸要買咩水面布？伊爸講咩 ？OK， 伊爸 promise 啦。我講你叫你俾下伊。伊見他真係哇！你把你見他。伊係冇生古棍見他講咩？我攞一個毛藤，你自己點點，我等下會俾唔記得嗬。唔係點等啊？你個我俾一個係咯，你把你猜你個走加。死鬼都可以對啊！其實啷個做出來做成嘅？講時不你見到錢啊錢啊無人有。對，我啲小食嗰頭。特別咱特別好見啊，知足啊，咱講下。儲藏的對，對，摸著，對，你係講，然後我當時我嘛對，我上學校記得看一個孤兒院。video show 啦，用地雷嘛，所以我嗰日學生講你看，你話咪本有，因為我講你數完真係困學卡，我講你愛在，講你真係好命了，我等下看伊考，伊只考，我講阿貴生，你有數嚟講你對學人學人，你推買對學人，伊有時伊等時叫推講咩，伊講伊無用啦，伊大行啦，伊要學人啦，我講咩at least 你講咪就係咩 share，所以想我今日先啦，有你做。價值即係社會啦，前嚟自己啦，不要講訂叫，人係唔記得不要講訂叫。我先先我記下講咩，人係都唔記得講訂叫。上位後生我唔會講咩you want my loan now 成日 offer something 啦。如果 no thanks，我感覺講我聽到真係歡喜 ，at least 以後講一句叫 thank you。所以就叫我卡嚟講，伊想也歹勢也逃避，特別伊個價伊想伊要講一句 thank you 我感覺 thank you 呢句真係重要咯 ，because 你以後講咩叫 appreciate， 你就係講咩叫滿足了。真係自己那背後講了，然後我後嚟啲對嚟，我朋友會驚，因為我係 present， 我無係伊家己梅土咋，我係伊咧，我嗰有時對伊隨講面嘅係，如果說無俾，如果成日就走，我出去俾嚟講，你真正唔夾俾學人嘅，唔是包一請人自己啦。所以伊托我土，我無辦法對伊吹咯，我係伊無講thank you，伊就想面走去，我講咩學嘅唔敢辦嘅，我先知。你是講人劍士無？想咁講，thank you 字字你嘛無教路講嘅咩？安怎背後？呀，我講係失敗事。是哦，就是講我講 sometimes of parents education 啊，真正 I mean home education 真正要緊嘅，是咯，較重要。是咯，咱人講嘅假事咯，咱人同人講，講無假事啊嚇，無假事就講厝家母無假。你知係咪說 ？Sometimes 我有聽 parents 講，伊是安尼款想 ，because last time 嘅生活無好嘛。I mean 講伊 parents 家己啦，所以當佢因為伊驚成個伊 last time 安尼款。對，所以呢學伊就喊咪半學，咧變咗咧學咧我伊成個無學伊解釋我一聽，所以古來一般就講啊，你應該學話之類。Yeah, expect forever already. That's why. 就是安尼款。這邊比較，這邊叫做這個 culture of entitlement 咯，就是你 entitled to， 即人是講應該啦，咱學嘅話叫做應該。對嘅咯，其實แล้วก็當然อาจจะเลยถอดอยู่ดินนี่ถอดอยู่ดินดูตีกับก็แก้ตีขังคอสามีนี่คอสิ no worry 咯พ่อแปสิ咯แล้วยังกินน่า一站一站嘅嘛，成個ยัง個挪回事啊，ยัง叫做咩 terrible two 啊。terrible two 嗰啲，伊嘅反抗期啊，成個咱人 teenager 時嘅反抗期，伊也個挪回事哦，伊本一個反抗期啫，伊
啊，本地嗰種怪怪嘅啦，聽我一無條啲會真正入來了，就隔了逐行咯，啊，了伊愛買場物件啊，你無必要伊朝困頭卡咁考嘅啦。啊，有人做咧，有人做咧，你就是一酸頭卡是人做。不是，伊個是堂課咯，因為你解釋一個袂曉聽。啊哈。了你就是個袂輪調咯，若是你袂使，你袂 consistent 啊，個袂你買嚟講你袂。知道嘛？你袂使講伊好噶。有當時個聽，有當時個十分鐘一個去買去，你無控制，你個會關係。對。所以可以用一個 method 啦來 control 咯。對。對。我先同佢誤會嘅啦，特別我有朋友嗬，人家早教因嘅嗬。不記落海㗎啦。sorry。哎呦。人家大漢咧讀大學咧，人是同我講，伊喺堂課嘅時，就是人 teenager 嘅時，我家己唔知，我家己唔知啦。人是驚是個大人講喺堂課嘅時，就是 teenager 是也講騙話啦，有啲上擺咩，伊家己誒冇啊。特別有當時是你細漢要緊細漢就要過去咯，你若細漢若是你關係，你爸母甲囝嘅關係是較好咧。你去到，你準備 prepare 啊！你若是講無 prepare，你成日，你搞一大漢嘅時啊，還是伊個了是，想講你學曬是應該啊，還是伊就勤考咯，還是假是就勤考啊？但是講你細細去，我是感覺到我看我知個伊樣囝樣感情真親嘅事啊，所以樣搞大漢嘅 teenage 時啊，樣會 feel 到伊會 trust 伊 parents 啊。講完，可能他是就較應該咯，感覺到。我唔知啦，你就一人，你更看 ，because 你無差你講緊裝啦，你驚係款條是一人無相嘅喎。我家己垃圾嗬，我家己細漢，我要安怎款 block up 啊，然後 affect 你家己 parenting 嘅 style 咯。我細漢是要拍嘅咋。吊牌啊！我真係笑，我講叫我是盡量買拍，但係我頭時食起哄事啦，我愛拍我驚。特別啊，特別是講。平常冇拍驚，咱就撩我去照啊。好啦，是特別我講陣拍驚時，我頂一部，我唔捌喂 parents 唔捌拍嘅話，成日都係特別我怪本啊，特別本是想。我是想說，我是感覺到我是大漢那個學條講，若是講你拍鏡啊，若是講你是拍伊嘅時，你是會為了伊會學到物件拍伊呢，你就使拍；若是講你為了拍時，你家己放開度咧，就袂使拍。好啦，有一項物件你學愛講，就是講成日講咱佇 school 啦，就講我拍囡仔啦、分啦吼。咱特別個 after that，嗱你就係有一個 counseling 嘅 session 嘅，成日講你愛 ，and then 你特別個講，成日講你分段無讀冊咧，就係拍，有 teachers 誒款啦，我唔是講teacher，係咩 parents 本上啊 ，sometimes 就會，嗰時分段咧，伊就拍啦，一拍咧，無理由啦，你無講。兩人講見啦，別曉理由，見啦是成日都曉理由啊。因為有陣時伊人嗬，find 伊人找袂到一個 method 嚟解人家己，你知哦。所以人特別成日講maybe 可以跨破嘅 method 嚟看可以嗱 method 可以去 advice 去 try 看伊解哦，安尼款嚇，安尼款就無相。對。所以就是講無錯，那本嚟學路就對學路對。如果是我是講你特別對囡仔無錯就成，你特別學人無相 level of respect 本嚟 sometimes。對咯。是咯。你睇我看這就個調咧哎呀冇，你是我俾講咩啊？講咩料啊？唔了，你驚啦，你驚好啊 I cut you off。好，拜拜，感謝。 Thank you so much。Say bye。拜拜。你今個就好，佢會去辭令嘅，佢會去辭主管啊。會去辭主管。แล้วถ้าจะ我嗰邊會驚心。你感覺到你把你朋友成有驚有驚不了個了？有啊。你感覺到你嘅甲你朋友嘅嘅搞嘅辦法有啥物物件無相呢？應該是頭一個無相嘅，就是
ยังบูชีหลังเล็งอ๋อยาเจละไหวเพลวแล้ววันหลังนี่สีอันเจ้าก้องอ่ะสีกากีอันเจ้าก้องสีกากีเป็กว่าสปอร์ตว่าบอสปอร์ตว่าเนี่ยเพราะน่ะตัวเป็นกันกุยเองกุยต่ออีมาฮะเป็งต่ออีมาฮะเป็งต่อว่ามาฮะเป็งผู้สีโบหลังสีกุยหลังเล็งมากะวังกันแล้วผู้สีต่อหันเจ้ากุยเล็งหุ้นเนี่ยมา我们是เจ้ากุยเล็งหุ้นต่อตัวบุก็เป็นกาโบราณอูเจ้าอูกิงเยี่ยมกุยก้องอันจ้าไปขี้ไอหอยแกอันจ้าไปหอยอันจ้าอันนี้เขา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ยังกลุ่มใจก้องเจ้าหลังเล็งเสียฮามีช่วยละฮามียังก็ต่อเป็นก้องหลังเล็งจั่วละแล้วฮามีแล้วก้องจังกาก้องโบเกาเสียโบเกาลิมละเพราะน่ะแต่ถ้าเป็นสีก้องอีโอมคุณลูกก้องก็ไม่ทำแม่เขามีแค่แค่เจ้าเพลงเสียงไอ้สิเลยมวยสิเลยมวยเสียงสิมีเจ้ายังก้องอีลูกก็บ่อยทำกุลิงหุ่นอ่ะปัตตาลูกโบเกียก้องลุยแก้ไม่กุลิงหุ่นอ่ะไม่กุลิงหุ่นอ่ะอันนี้ก็มีเจ้าเนี่ยนี่สิแล้วนี่สิกำกับที่สิเตบุเสียงนะอะไรด้วยกันดีเป็นอยู่เสร็จแล้วก็ว่ากำกับก้องฮาริสเตบุเสียงนะลุยขังข้อลุยกำกับเดียวกับบุเสียงสิสปอร์ตขังข้อเอ็งกุยต่อของสีหอเสียเจไว้ผลิตเพลงว่าสาบอล่ะสาบอเพลงยังเสียงอุตเลใส่ก้องเสียงคอมมูนิตี้เขาน่ะมาเดอร์สคอมมูนิตี้เขาน่ะก็ยังเสียงก็แล้วยังกะกีเสียงสปอร์ตอีชาเดอร์ก้องจะหลังเลงโอ้โหเขาโน่แต่กุยเอามีแมทเตอร์ได้ไอแกเลงเขามีเกี่ยอุตจะหุบเขามีเกี่ยวโซเป็นกะหอว่าเดี๋ยวขี้มวยยังก็จะแต่ว่าเสียตับมวยยังแล้วเนี่ยยังพี่ยังโค้ชสปอร์ตก็ยังเสียสปอร์ตติฟอ่ะเป็นกะยังใจหรือยังก่อรีบอมาสปอร์ตรีบอมาก็เป็นกะยังกุยหอว่าใจก็โอ้เจเลหลังเลงเอซิวจอกกูอันจอซิวเขามีเกี่ยวเองกุยวันหลังบุกคนเล่นก้องตัดเท้าเอ็กซ์เพรสปั๊มช่วยแล้วเท่าเดียวตรงนี้มาบุกวันหลังบุก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สีกันนะว่าบุกนะลักชัวรี่สีกันมาโซอัน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มีเกี่ยวกันแล้วอะไรอันจ้าสิวหัวตาอันจ้าขี้แกเล็งช่วยอ่ะเล่นมีเกี่ยวกันแล้วเพื่อว่าเดี๋ยวขี้มวยไว้สาบอยตัวกังหิวเนี่ยแล้วนั่นสิรู้ตรงนี้ก้องจะรู้เตอีสกัดเราอุกินอ่ะสิ你讲啊无กิน是唔捌第一大 reward 是咪咧第一大歡喜咪嘅歡喜啊我เอ็งก็ต้องคิดว่าแกอีสากองหัวมาเดี๋ยว歡喜是嗬รู้จอดชวนมันโหล่ะรู้แชร์ดูรู้เกี่ยวรู้แกเกี่ยวรู้ป๊าซิมนุ้ยเหรอนุ้ยเหรอกันแล้วรู้ชวนมันโบเหรอจ้ะแล้วนี่กูเกี่ยวกันในที่ป๊าถอยอยู่ตีนเนี่ยถอยอยู่ตีนcó tùy yêu cụt á wow còn kêu trainee có tùy kinh thở你这是一个 trainee 做你 massage machine 啊你嘅อีเบคอเตียวว่าลังว่ากับไอเดอร์ว่าสิว่าบอสเทโรไลท์แต่สิขี้ไลท์แต่สิเจเดียววางปัตต้อแต่เป็นจั่วสังกัดแบ้เขาเนี่ยดึงนะวิว่าว่าเนี่ย係咪嚟？你驚第下你會第大 reward 係咪？冇係咪咯？哦 ，reward 你個學生呢？學生你看到？會下嚇？ reward 是成日講伊人開安怎回饋啊嚇唔知啊我未曉但係是講你彈掉啦你講你教你學生你我睇到家姐 present 哇老司機啊有啲真啲啊啲真啲啊屌我嚇哇佢都等下有本事 present 特別你 present 是得是學生得是暑假你係學你 present 嘛唔知啊，即有 present 我咪搞啊，你看咯。特別無啦，你感覺到你看到你學生，你感覺到係咪你只滿足？你是看到講哇，當你學生，但是畢業了嚇，就成功上面看。成長。
正講嘅就冇咯，because 我以前我是教阿妹嘅班嘛，我是即幾年教頭嘅班嘛，but then 阿妹嘅班會較滿足嘅是講看到 student，because some of them 有嘅 student 呢，伊就退學了，無讀了 ，form 3呢就無讀了。then 我拄着請我嗬，伊是到路邊拄着咧，伊啲賣掉佢哋handphone 嘅即個。佢哋handphone 佢哋แล้ว after that 係唔是啦，I promote 嘢佢哋 Mac 嘟啊 D 嘟啊，佢哋公司嘅，แล้ว after that 係伊就叫我電話公司咧，伊就叫我計 sign up อันนี้แล้ว after that 我每講แล้วรู้ต้องกินกูถัดแฉโอ้because เขาขายโจกังมาแล้ว講個有แล้ว要講下ว่าแล้วอยู่กับ講一句話，講下嗬，我未必我 I won't forget 你定估กับ我講過話呢，佢哋是真係感動咯，是好多時我時間就我記得你講做先生啊，你問講往時即人成日講啊，先生無講教你囝無可以幾粒度。你講無可能幾粒就是怪你先生，我即物件先生講過一句話，我是啲班嚟講過一句話，影響嘅一世人嘅講是。就是有，就是有。好啦，真正感謝人，佢哋講今仔嘅話題啦，嚇，即係飼囝，飼料比我看不到大漢時間來講。你攞 HIV 仔食牛刺雞。講佢。你記啦，細漢啊，坐啲咧大人嘅骹位啊。一搖手看條手啊 ，L A 在 V 在食牛刺雞，刺雞牛叫啊咩啊？叫雞。刺狗牛面咧，刺後生養老肥，刺狗啊，睇到未啊？有該沒見到啦，對嗎 ？Hello。刺爪啊，刺了味啊，成後生夠好，成爪啊冇啊，隔你爪啊去啦又。係有隻咯。講個職啊 ，OK 好啦，感謝我特別嘅邊個，特晚我人走去飼伊個坑嘅滾水罐，我特別嘅邊飼就話，一個有我人嘅先生代表加小兒科會話，แล้วก็ทอยูดินญี่ปุ่นทอยูดินกับเก่งซ้อมซัมปได้เดี๋ยวOK，感謝下禮拜一再見啦嚇，各位聽眾，下禮拜是鬼故事，望別記得嚟聽鬼故事，拜拜，拜拜。